佛菩萨的心智，慧智心智用伫心内，就是要做甲伊的众生。所以伊为着要用心来讲法讲道，所以伊用脑，咱咧听讲头毛较长远。所以咱前修道修到尾，徛下愈来愈长嘛，这表示讲真正是用心，表示讲咱真正有智。哦，咱人若用脑，真正用骨吼，这头毛袂大。哦，所以或许较不一定有大，所以头毛会长。所以因为咱过去圣人就是因为为着要利益天下一切众生，哦，伊无定放纵，迄个骹到处为着要宣扬真理，到处去啥去讲个事。咱知影在过去春秋时代，就是咱政府要来台南坐飞机、坐火车、开车，较早拢坐11号的，你敢知？就是一个机卡11号，到处。所以伊到处去结缘，为着要甲即个理想推广出去，所以即个骹呢，行甲拢正。那么伊的用心，甲伊本身的付出，伊就是要为伊天下为止，哦，要使天下的人机会会当来得到真实的利益。但是真侪世间人，伊无了解佛义。也就是讲，对着真实的法制原理，并无深切的了解，所以人讲体人一参，便口开得出，甚至做出着残害着咱的这个身体来进行破坏。所以你这样一直讲这种人，譬如讲画画的功夫，有气的因素，有路顶分享。有八回等经典，咱知影过去释迦牟尼佛曾经过世做甲医生来治苦，对不对？甚至来挂巴来治病，甚至在这个《金刚经》内底讲啊，当时作为忍辱仙人时阵，被挂里挂在身体。那么伊即嘛是将自己的心做出真实的破坏，但是用心不同。用处不同，所以咱会当看讲时下做者在家医师，这咱是伫遮讨论过去的高精概念，真正对着方面吼，迄个钙巴是来彻底互安尼啊，伊是说是讲我即阵是一个真实的修行人，伊已经是一个顿顿方面的一个修行者，但是即阵的人去受菩萨戒。那这样讲是菩萨戒，可能爱建立这样子，但是吼，这个人就是较爱水，还是讲惊人讲安尼个指指点点，所以拢车咧手，手车到遮一把，为啥无去车头壳？如果若是分做给你车头壳，你敢无？车头壳地下你要倒转来，你厝里你过生活，你若厝可能做一人会互你接去，但是咱过去圣人。修行的大成者，伊的用心甲咱用心已经无上，伊从咱的作为开始，伊第一个表明心意的这个当中，第一句讲为求作福，不疑问，对无？咱即阵的人是为求作福，不爱求疑问，就是讲我将来希望咱成道，会当成佛、成菩萨，但是我嘛是。希望咱作用江山，享受不尽，你想敢有可能？咱的心要愈重，表示咱的自信愈强。人过去圣人是讲这个心要尽量要放下，所以伊的心情会当平息。但是即摆人是为了生活而生活，足侪人是因为这叫做错解而已，错解。所以咱在修行一定要了解，这个真实义是你讲啥物？释迦牟尼佛当时被观音挂在身体，伊是为了要度人，伊就为着要度这个占卜的观音，所以伊牺牲着伊这个色身法体。那么这个色身法体是众生所爱，但是佛菩萨认为这是插不来，拄啊两者变相应。所以伊被观音挂在身体，迄个当下，伊来感动观音，而
了来做分参考。安尼，你看细阵，伊用着提升自己的这个信心来互观众安尼尽力侮辱，但是伊确实会当导发这个问题，导发这个状况。所以观众做甲伊是一个真残酷的讲，伊杀人不转眼。伊讲杀人如同头淡定安尼，即种的心态。但是伊世尊迄种的即个忍辱刚强所以当下向世尊来参考，甚至向世尊讲：我安尼甲你剁骹，甲你剁手，甲你挂耳仔，甲你挂鼻仔，甲你开目睭，你会分偌咩？会艰苦咩？佮甲讲，你过迄是假，你毋是要着我真的，我的真的过袂着。第一个是安尼解释。我不但无问你，甚至未来我若成佛，第一就去度你。咱今日生活，咱去体会人性是伫咧修持迄种心境，迄种的生活方法，迄种的度量，迄种的悲愿，咱来去体会印证咱家己的心，咱感觉讲非常欠。所以了后在佛道、成佛、正道的第一个地主是啥物人？乔成祖，标兵真将，伊就是世尊第一个所托的地主。那么标兵就是对于官专属，所以这是一个。所以因此讲，咱对付伊个，咱若无了解，可能咱会错解性，然后一字之差，天烟之变。因此，咱这个修行就是一定要有正信、正确的信仰、正确的信仰。拄则咱讲道真、理真、天命真、一真、一切真。咱的心若真，随假会真；咱的心若假，随真会假。所以咱在老母的性是在乎咱这个心，毋是在乎咱这个相。咱各位一咱这个所在。也是在乎你的追求，是在乎咱迄个心量。所以一真一切真。因此呢，修道是这种，是咱讲一个力量要自我建立。咱若这个力量建立了正确，咱未来修的这条路，咱就会平传。咱的力量若无正确，就亲像对遮讲的，不该互你体力差，便手害。甚至做灾害，这个霸骗，就是讲安尼就是你修行，安尼就是你布施，安尼就是你用分。咱来想看卖，过去的诸佛菩萨敢有讲，你要修行吼，你来独学就是有无？并无安尼一件发生。而且咱这个身躯人讲的，以咱中国的道来讲，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亲自归乡。这个身躯就是地母互咱，咱中国上注重就是孝，一先孝为先。如果咱以往去错解这个性，而咱知影身躯，咱家己艰苦地母会咱相信，安尼你一定违反了孝这个点。那么有了这个决心，咱要安怎？咱来以心行道，会当来由理以用心，以言以妙，孝之将。也就是讲，父母互咱这个身躯，上天互咱这点的灵性，毋是干那对咱讲食饱饭，困饱食安尼过一生，毋是安尼。所以咱了解大乘义了，咱知影讲，咱来好好啊利用咱即阵的这个生命，好啊利用咱即阵的这个时间，在静开时阵，会当时常反观自己。所以咱看的圣成了，咱不仅做慈悲。伊去到佛堂的时阵，边听恁字，伊就讲，咱遮个圣人遮有咱挂100度，问看讲，咱要挂啥物度打出来？咱或是想讲，既然不仅你提起，伊有伊的作用，所以要请伊个慈悲，不仅讲人度吼伊会晓会啊，但是会当挂两字。叫做行道，所以咱若去看人个讲用等，咱
咱就可以看到迄两字行动，就是咱负责的主题，讲迄两字来咱挂伫迄个上。那么行动就是咱修行人上界爱去注意的一个修道功夫，爱谨慎独处的时阵，咱在外口拢会去做派，咱拢会去违反这个规矩。但是在对生活人发生在私下独处的时阵，咱的心就会落。咱若无透过着大乘这种的法门来关照自己，咱若是从心甲放出来。所以咱过去真个讲，修道一定爱修心。那么修心呢，一定爱了解自己。所以若有人文处经典，信心不变，那么地方性命，咱来当如此做，咱不在乎咱好赢还是啥，咱在乎是咱心是即份的心。先都不是有钱人在做，不是有皇位、有权势人在做。先都是一个人，伊真心体证不离，由始而终，不曾改变伊的意思，会当遵照规律而做。所以咱着做感觉伊，若已经迄个比赛，着做毋捌做。但是毋捌字的一个侦探，伊确实会当继承相总的技能来做事。咱敢有去思考，为什么伊毋捌都安尼做？伊先安做起来。所以着做前面讲，资本苗栗规管文字，文字只是一个工具，环境只是一个景象。借着文字甲环境是要互咱来精进，但是在精进的实体上过程当中，咱一定爱用自心去体证。咱的心如何，咱家己去体验。所以呢，好好思想、修持、学诵。为民改善。拄则你讲有人布施，伊有即种的行为，三件是布施功德，那么不足会当来文处经典，信息不变。那么即阵圣经甲咱讲，何况我有人会当思想、修持、读诵，为民改善。那么这是自家、自他、大乘法义之行。这也是一个菩萨，伊的一个本位，伊是一个本法。所以呢，思想是学诵，为人改善。所以来讲，咱人做每件代志，爱诚实，爱有信仰。不甲咱讲，咱修行学道第一点，就爱有正信。咱人若信，咱就愿，因为你知影安尼去做是对的。你知影安尼做是对，咱若有愿，就去做，就去行。咱无行，咱的心甲迄个点产生了呼应，叫做印证。所以过去的圣人生活如此，现在圣人生活也是如此。所以来讲，思想、修持、诵与改善，这个功德，佫胜过着文处经典、信息典，佫胜过着以前无三顶心。所以呢，这是自家甲他的一个大乘法义的之相。所以呢，这个行为先生现在来讲叫做不可思议。伊讲是经由不可思议，不可称量，无边无际。咱会当依处而作，依处而修，依处而行的。那么这种的功德，伊会当以天地。意思是啥意思？也就是讲，会当配天地，咱会当以在修持过程当中以天地合一体，所以这个功德呢，不是咱一般用的数论叫做数量，伊就是简单，不是用数量甲简单所会当去甲伊讲出来的这种功德，所以佛在讲叫做不可思议。那么不可思议的定义是讲，最上第一稀有之法，思呢是心思，义是口义，不可
但是讲这个功能，超乎咱的想象，毋是咱一般世上兄弟姊妹所想即种这个功能。你用力之中呢，会前为内性之体，后为内性，再带外乎之命。咱大家讲，修身再当自家，修身自家再当治国，再当平常他。这是外行讲。你要修身，就爱弟弟，爱结婚。咱有弟弟结婚，咱才有内性的。所以呢，前为内性之体，后为内性，再带外乎之命。也就是咱经历了后，咱拢知影，知食、知做、知用、知行，咱拢知影，就是啥自觉。咱经自觉、自明，咱要自觉自明，咱袂使因为安尼就反照，咱更加爱搁啥，再带外乎之命，将咱知影继续搁来照过去圣灵先去未完成的这个工作继续来做讲。所以一个人当到信心不灭，依教奉行，中业当下心者，是因为这个经历当中，伊最大的功能。经历最大的功能就是会当互咱理想来证实。理想证实就是离一切上，咱会当来体证着咱的自己的发展了。所以理想证实的这个性是讲咱的发心。分三心啦这个性是讲咱的发心，伊的发心呢是本自性体空性，所以伊会当离本质上，伊会当离原则上，伊会当离心念上。所以佛经强调，咱讲若菩萨因果上、人上、众生上、寿者上，即非菩萨。那么一个真实的修行人呢，爱有这种的基本的功夫，会当理想，再当证实。所以这个理想证实，不是咱一般言语所及，非一般咱言语所能讲比较批评，所以称叫做不可思议。所以如来呢，为大乘者说，为法最上乘者说。那么这个大乘者呢，就是你讲菩萨，菩萨呢又处理了六道万象之法。六道者就是布施、施教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甲智慧。所以修行之人呢，只有是啥？自修自度。那么自修自度呢，以佛来讲，只有证到啥？证到这个非想非想出现，一定在迄块就是讲，迄就是伊真实的涅槃之地。但是若以佛来讲，六道是如实，三界是如安。所以佛在经讲法义上，就是鼓励修大乘法门的弟子，会当进一步，搁再来扩大，互咱的心性进一步，搁再来提升。其实咱参考以上人才，咱来上这个思维班，也目的希望咱在咱修道的修正上，借着经历，咱来体证，使咱的心性当搁再来提升。所以佛是为大乘者说，为法最上者说。因为大最上乘者说呢，经是为法最上诚心之诸佛菩萨讲，是法出心之修者。那么佛就已经成就到无上的正见境界，为什么爱说？那么在经里者所讲，在经光发现会上呢。当时听佛说法的所闻弟子，已经是证到阿罗汉以上，证到菩萨境界。那么阿罗汉甲菩萨呢，离到一时性的境界时阵，本来就是在这当中，叫伊继续爱去精进。所以为大乘者说，为最上乘者说，就是依照最上诚心之诸佛菩萨讲。那么这个诸佛菩萨的诚心呢，就是一个人在修行当中发佛心之修者，发心修。所以咱定时常听咱以前是讲，咱若一定会当将这个初心甲保持，那么将来要成就就困难。
因为咱的初心就是基础，起个一间厝，你基础若拍有在，你要甲起到偌大，拢做无问题。哦，一间厝若是130的基础，你甲起130无问题。那么咱一般人去拍我就收到自首厝都收成4万，安尼就好啊。那么你这个基础拍安尼基础呢，你要升级甲复杂困难。哦，所以咱在收到过程，不就甲咱讲，你会当讲补强，会当讲补强。你若以厝来讲，一个厝的结构虽然是3人基础，但是会当起4人。那么伊只要是会当起4人，会当补强。那么咱修道也是只为升级到菩萨的境界，不甲咱补强，有菩萨再进一阶以上，就是不然，对不对？哦，有大乘人而修，搁进一步是最上乘。哦，最上乘的就是不能这种意见，所以呢，这是你甲咱讲发良心之修行者，但是心之本意，虽是一切龙观。哦，希望众生家己成佛，但是众生各自发心不同，不能尽天心定，只好因缘适当，因依时缘。哦，所以佛在《菩萨当中讲了无数经典，也就是安尼本意。但是呢，在真正发现上来讲，法是无高下，哦，是人心自有平衡。那么佛为了应众生的机，用着修行的定数的机，用着罗汉、大乘最上乘的机，所以呢，伊是不同的法门差。亲像药无贵种款，啥物款的病，你爱食啥物款的药。但是无管这个药好歹，咱的病情会轻重。那么目的就是要从这个病来医好，对不对？那么众生的心病是大堆。佛道用不同的法药，目的也是要让众生的心病透过法药当中来医好。咱身体来健康无病，咱自然咱的身体就存在，对不对？咱的身体若有危难的时阵，譬如讲感冒，还是有另外一种这个外来因素，咱有危难的存在。所以佛讲讲，众生的心病在咱去，心病若无自性的。咱本来哦，会自性体，咱就真正自在，哦。所以就做到来讲，法无四性，人心是必有偏差。啊，这个法无四性，就是讲法无高下。这个法本来就无分讲，什么叫做第一性、第二性、第三性、第四性？无安尼，是咱因为人心的这个需求不同偏差。比如讲，咱各位者，咱正道中穿的这个制服，不一定大家都穿同款，对不对？哦，为什么安尼？因为个人的需求不同。但是虽然需求不同，咱无离为啥？迄个体质。哦，所以因为不同，选这个法门，伊也无离为伊的这个法制的本体定义。所以就做来讲，法无四性，是因为咱人心。如何点差呢？比如来讲，见闻转述叫做修行，无法解义叫做重性，依法修行是修呢，是大乘。万法尽空，万法无边，一切无量，离诸法上，名最上乘。在这个当中，有这个事情，但是伊的浓缩甲伊的本意是无事情之本。哦，是安尼。但是这种意见呢，必须要由咱个人。去体证，所以一般见闻转述，咱是有办法打错量，打破量，譬如讲咱做些即嘛，有诶像讲，有时内底，伫庆典的时阵，甚至包括讲进出济人来开讲的时阵，